咱拢知讲预防是赢过治疗。去年这天狗这疫情是有记录以来上界严重一年，全台湾本土病例超过250例，台南却是无病例。不过台南卫生局呢，对去年稽查探病房来源，就开2650张的罚单。对民众质疑讲，既然无疫情，为什么爱抓较严呢？这卫生局强调讲，今年有特别印60万张的宣传单，4月开始就会依法开罚单咯。台南市卫生局稽查人员透早4个巡查，加强天口的防治工作。不过近来有林德区的民众反映，最近未少人收到罚单，原来是去年9月有稽查人员无事先公告，就直接入去集合式透天厝社区的内庭，去大户巡查，敢有水处，而且开罚单。受罚的民众向里长反映，迄阵住户拢去上班，至于明明毋是疫情期间，却无通知就请问大户来采证，认为处理方式无介合理。无经过住户，无经过遐集合式住宅住户的同意，你去采样，安尼有适当无？采样过程中，你说你有拍照，那也对啊。可是我们的承经人他会觉得说，你所采的这个样又没有全程去录影的状况下，所以我认为讲咱在执法的过程中，咱是不是爱搁较细腻？一届两届，第三届袂听爱迄落，对，有的是。卫生局回应，只要是开放空间，因拢会去巡查。但去年全台有200多例本土天狗嘅病例，台南零病例。这阵天气稍热，有时搁落阵雨，真适合探病房生炭。卫生局顶礼拜伫社区放3000个成网啊放卵的桶啊来检测，发现有3万粒的网卵，这嘛代表防治的工作无法度放松，全年拢要有警觉。有些民众抱怨不知道采法的讯息。那今年特别印制了60多万份的宣导单张，将由监测人员在做家户巡查稽查的时候呢，同步进行宣导。经过卫生局统计，去年拢总开出2650张罚单，其中有8成拢是伫徛家门口查到水处。卫生局讲，3月底进前是劝导期，4月开始若查到，得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到15000块，呼吁大家爱确实做好摒扫，才通真正有效防治天狗节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